為配合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嘅運輸需求，港鐵公司現正於東鐵線上水站同落馬洲站之間興建古洞站。東鐵線古洞站位於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嘅市中心，預計係港鐵網絡中第100個投入服務嘅重鐵車站，亦係全港第一個喺營運中嘅鐵路隧道上興建嘅新車站。要喺營運中嘅東鐵線上施工，同時維持鐵路日常運作，極具挑戰性。雖然東鐵線古洞站嘅部分隧道結構已經喺當年興建落馬洲支線時完成，但係我哋仍然需要喺現有嘅基本隧道結構進行一系列嘅大型建造工程，包括興建月台、大堂、出入口、鐵路附屬設施，以及安裝測試同調試機電設備同系統等。喺建造過程當中，我哋需要面對3大施工挑戰。第一，我哋需要喺有限嘅工地範圍入面施工。由於東鐵線古洞站嘅施工範圍只限於興建落馬洲支線時所預留嘅土地，能夠進行大型工程、擺放機械同埋俾工程團隊出入嘅空間都十分有限。而因應現有東鐵線嘅緊急車輛通道同疏散路線與部分工地範圍有所重疊，為配合工程，我哋必須要喺施工前先為現有嘅緊急通道進行改道，同時保持緊急通道暢通。第二，我哋需要喺營運中嘅地下鐵路隧道結構施工。東鐵線古洞站隧道係一個深入地底嘅雙型結構，由鋼筋混凝土構成，結構上下並非由樁柱支撐。鐵路隧道結構上方需要有足夠嘅泥土覆蓋，去抵消因地下水而產生嘅浮力，以保持隧道結構嘅穩定性。新車站將會以明挖回填方法建造，期間我哋需要先挖掘，並且移除現有隧道結構上方嘅泥土，等相關建造工程完成之後，再將地面回填。工程團隊喺挖掘嘅同時，會架設金屬支架支撐兩側泥土嘅重量，以固定地面，同時控制地下水位，並且持續監測隧道結構嘅狀況，確保現有鐵路設施運作不受影響。第三，我哋需要喺有限嘅非行車時間內進行部分工序，為配合東鐵線嘅日常行車同晚上嘅檢查同維修時間，工程團隊只可以喺每星期嘅個別晚上，即係凌晨收車後至到翌日開車前嘅部分非行車時段，進行建造新車站嘅多項複雜工序，包括進行電纜改道、興建軌旁緊急通道、安裝月台幕門、測試同調試機電設備同系統等。為應對東鐵線古洞站嘅3大施工挑戰，工程團隊事前需要較長嘅時間計劃每項工序，協調同埋溝通施工安排。我哋正積極應用創新科技同技術，為工程提質提效，讓新車站盡快投入服務。未來嘅古洞站為地底車站，有助減少對周邊自然生態嘅影響，附近社區亦可以有更多發展空間。車站設計更加融合可持續發展元素，例如係自然採光、自然通風、融合社區同綠化屋等等。古洞站已取得綠建環評金級認證為目標，並且已經獲得暫定認證。古洞站啟用後，將會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同低碳嘅鐵路服務，帶動香港長遠發展，讓城市不斷前行。新鐵路建設無限未來。